嗨嗨，哇！现在喷防晒。没办法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位置的停车场。今天来到伦平地景园区，来到刷盖玉库的第2站。盖玉库是什么？昆虫。昆虫哦，是独角仙对不对？独角。好。上面。胶片会死掉。胶片会死掉。为什么？会精尽人亡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啊。他怎么那么厉害啊，晨晨？他竟然知道。没有，他在争他们要吃的地方啦。很累啊。好，在交配喽。走动哦，这边有一对在交配的。这么开心。送份喜盖油菇呢？有打架吗？没有。没事。我看到啊，很恐怖哎！你不会怕啊？我会啊。好，这里抓，这里。好，你碰它一下，碰它一下，敢碰吗？对不对？你轻轻碰它就不会怎样啊。别走路。好厉害！盖油库对不对？这是妈的盖油库哦。好，盖油库，拜拜。好，你不要碰太久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刚有孔位图哦，它后面是尾巴，好大的。卡住了，对。黄色的，这么酷。还有龙尼儿，又回来了，小心。龙尼儿飞来飞去啊。这有一个废弃的房屋，谢谢经营。还有木栈道，非常的适合来散步。有鸟丢掉哦，你有看到吗？鸟丢掉，改片。哎呀，你係假嘅，鸟丢掉啊！你嗰邊鳥丢掉。鸟丢掉。都怪好。點會飛啊？因為啲嘢假。該有不該有。哎呦！无尾渔港。你不以来呢？